怎样？很棒。你不知道？因为早天，妈妈明天要穿披肩，然后早上穿运动服，应该穿那个厚厚的运动服。厚厚的运动服。厚厚的运动服。厚厚的运动服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要穿厚厚的运动服？我还有一个鞋子，校贴的运动服。我外个鞋子也校贴的运动服。还有外个车子也是车的。好。然后穿皮鞋。那你袜子怎么？你没穿袜子，为什么？然后穿短袜。短袜，你本来就是短袜啊。因为老师叫我们。好，我们上车了。